走第六妞，你读书高，头就读走啦。你星期到底就读走的啦。这个梦到预犯罪了呢，我就是要知道到预犯罪了。弄嘛，我断那个这个莫咋的在那专门到预犯罪啦。知道到预犯罪，我来换了这么好的两个，这么好的两个，就是要望着钱的活。就是要望着钱的活。你别笑。第六妞，我想弄个一个问题。给啥弄了呢？没教学就是人家干净啊。人对下来，不教学就是人家干净好吧？算了，你都说罗娜了，你都知道不知道没教一些人做鸡耶。我说罗娜了，你都知道不知道没教一些人做鸡耶。错个的牛逼了，没家不是人家干净哈。我说那个东西，我还不是知道不知道得蹦着鸡。今天呀，我打电话问了很多朋友，问他们今年挣钱了不有的呀？很多人都挣了，而且挣的五花八门呢。有的挣了个毛，有的挣了个锤子，有的挣了个屁，还有的挣他奶奶个孙子的，还可以挣个妹。最恐怖的就是还可以挣个鬼，还可以挣个球。今天我看见一个同学，我问他今年挣钱了不有，他看了看天上，跟我说了一句：“挣个鸟。”你看吧，人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加油！人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趁之莫不哎，一莫不越主贼，得不了考中的呀不知看啊，一莫不越手枪，得不了考中的呀不进大骨头。小啥子呢？咬了瓜。小公子耶，我说洞子在路dài呢，这里面果子不要过呗，可以查过得足几吗？查过得咋过单喽？我说洞子在路dài呢，这里面果子不要过呗，可以查过得足几吗？查过得咋过单喽？你看呢？我同他说，这两年我都在打扮那人烧锅啊，这烧到火
你别笑。一度内古后结后，古萨木冷冷。一度内古后结后，波莫老龙来古。có chết he mua tôi chết luôn tặng he ôi nhà hát có mua té rồi khen tôi nu ai có tặng trang treo thế nào cú hầu hầu chéo cậu cậu đấy cú sáng đồng cậu hay cú ga khuyên gì cậu怎么在前面这么多松弄呢那也不给他哎人鸡骨你跟懂？你搞张菜呢？个节目啦，小气包，小气包。你捣鼓，个真捣鼓，个懂吗？我猜个，真多个严实的，我老师猜个那个多。对了哟，跟我讲，医生，我一直都想止痛。大家都真心相爱，搞娘不狗娘搞。本娘子跟那个家里头同一个鸟儿比，搞是一头多人都是同一个头鸟儿比。特别个对象，你还领导电话的，你咋都能端到过？特别个对象，侬还领导电话的，你咋都能端到过？还讲到我头痛，这阿贝罗时候，姑娘到个头痛。宝宝，你在说啊？米多，老热呢，再谈个夸了咯。米多，你要说小哥哥有没女朋友啊？怎么？搞了手机呢？哎，搞子叫了？我手机的胡须着了。这样，看女朋友就没我事了。不知道，你们还吵架？你们还吵架？搞那个怎么女朋友啦？这还三不了个仔，这要够油嘞，搞我这样子，叉子朝过路看我，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快点上课！快点嘛！哎呀，一群猪啊，送人头呢！米多，那我都菜啥了？啥轮到菜了？啥子？哦，那个饱了，没滚那滚到当把那个烂了。这光一大姐，真正做的断的讲，不过阿分弄，这个阿分弄了个么？阿被菜豆都要啊！三字没就都要乱豆了。嘎子，我都菜啥？啥轮到菜了？干哪问题？滚电子公道。气啥多？热到地头倒霉，印度那把搞手机，棒子在搬油，热到前面，到现印度那整天讲不能。到你能没？都必须重要名字哦。我桃子到啦，我弄啦，拿头鸟，拿子头鸟，怎么过没拿头鸟过点三种字哦。在，三子。你都，真正做个好早咋？啥了？我拿的，怎么我拿鸟的被炖了？我都要三种字，这里那做这么抠呢？三子了，这里这么抠当了，被做这么闹哦？三子了，这里这么抠当了，被做这么闹哦？你别笑。你喽。
这都甚至那个卡子到了，我上到去搞。老师，我都甚至我讲，你要学校过年做了作文呢，你这是整做，这些乱七八糟的呀。那作文题目我讲了喏，作文题目也好，我最懒了，讲了一弄，你做讲啦，你的弄了长头骨头，我是传统一样找修路做贼，我不管哪个咱要收钱。大家呢？讲看你做的，大家的内容如果有详细的，看狗子团长开通回运，立马都删。我嘞，搞开通回运知道吗？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嘞，搞开通回运知道呢。啲老妞，大家个多个嘢，我叫个蒙被装最面咯，最面咯。啲老妞这么多年的，甚至最面。你看，这下我能把我能做好手。啲老妞，个这啥样子呢？个本着个毛哦。桃子呀，我啥事情来个？毛了嘛，给明了我的子毛，别给我先做我惨了，我都可以，糟糕哦！啲老妞个啥？啲老妞个啥？叫那只被一家迷死了，和那只真正对门好闹事，我一对我知道累，我叫跟着我多累，对面么最好闹呢？你非哦，叫那只被我包狗死。结婚面呢？被我包个事，结婚面呢？你看，我个家被我赶开了。啲老妞，这些炮弹那个弄啥？跟那个江门刚刚那些拿炮弹的弄了。你非什么子吵呢？哎呀，扔狗对妹妹，哪条都扔狗的呀？只要扔了，扔狗的呀。啲老妞，我擦下个嘛，真咋么嘞？你拿吵那么了？阿妈，现在，啲老妞，当吵了可好弄嘛？对呀，错那子呢？你好葫芦啥me？个家都最生狗那个地错，错me，我到底搞了这些年走了忙干么？我怎么不要呀？你说啥都个海乱，我只吵了么个？啲老妞个啥地个地方进最容晒，啲包狗啥啥来了，这路不是的，不要等来包狗咯，啲老妞个。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啲老妞，这啥样子？我都害得哥哥只是拿叉叉的这些化妆，这个都尴尬嘞。这怎么晒了的布哈？没家有那么点看到内事，我有的布嘛，只拿叉，谁知道嘛？摸着化妆品，一弄嘛都装那么晒了的布啊！我只打人祷告，我喊你结果哈。你别笑。明天个就说那边诈骗，那奴，就说那制裁诈一件事，制裁太贵了，阿仔咋？阿仔干嘛？阿仔在整了嘛，就这都不要整啊！阿仔个月，我那个月当啥？你当个被财没去干嘛？阿仔还没哈喽，阿仔只能挣到了他个，阿仔是阿仔嘛，阿仔的我能做去搞。他带我还阿仔个字幕，和那个还阿仔的股子药了，估计都到家，这样子给我试试，股子药个你走啊，拜拜。都到家，这样子给我试试，我只约个你走啊，拜拜。啲老妞，不要读。约一顿药啊！能约顿药落一只口药啦！哎呀，我他搞药了嘛！我他搞给么药了都只开嘛！落海一脚落水就得落了米药我他搞给么药落一只口背了！我都不记得就药了嘛！我打啥的药？你猜我多少次一定口搞？搞成不再是吃药的！给我这口搞！你别笑。我
有的那种鸟们，对呀，讲我噻，估计哟。你别笑。哦，才不老了呢，怎么咋那么呢？你到了视频和免费转购来打开我。喂，地老牛，喂，免费，姑娘好丢啊！姑娘这是一个呢，姑娘背着好久啊！好老板的消息好知道哎，我打这个么子啊？转购来打开我网站，赶到你迷信了哈，这个么啊？免费，给卡了没啊？喂，玩漏自动吧？喂，挂打了嘛？还是要转卡，你得再挂。还是要转卡，你得再挂。你别笑。你老牛，为啥子哎？路对不？路铺来上狗，迷来迷路，得换腿，我在等你nhà cho姑娘。免费，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你别笑。